菩萨的义理来分享给大家。哦，下即叫做法句。咱最近落这雨，你看敢好？好哦，毋是好尔，好迄个国际，安尼就有够好啦。哦，那当然，伫咱人往往拢会遇到困难的时阵，那会当听到真理，启发了着你的心，互你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哦，会晓讲感受道理了后，甲伊放下。 迄种的欢喜，当你咧烦恼，若有人甲伊解开心中的结，迄个当下，你敢会欢喜？会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听道理，会当领会。有当时啊吼，常常要来参班，无啥爱来，因为心情歹。哦，心情歹就当着逆境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要来参班，啊是讲人咧叫啊，无来佫歹势。 哦，安尼吼，啊无是也无啥爱来，心情歹，总爱行出来就对啦。哦，你听啥物道理安尼？哦，啊，毋久有前辈咧，有咱的组长领进咧，甲咱通知，啊，咱就讲啊，无法度，啊，就领进咧叫啊，前年咧叫啊，无来歹势，哦，啊无来歹势就来啊嘛，吼。啊来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伊的意外的欢喜，是因为从中去听到讲师伊一句。 经典一个典故一个诗句，拄啊好对咱心中内底即间石头的帮咱去掉。伫迄个时阵当下非常的欢喜，好甲只有来，若无来吼，我搁伫厝咧行的啦。各位前辈，咱倒来遮，看会当得到即个法语的滋润，哦，解开心中的结。 爱是爱等伫厝的内底，伫遐咧行，哦，伫遐咧受气。咱各位前人是爱带厝个受气，爱来遮感受道理。来感受道理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互较要讲咧，古教圣人伊所拄在经典上，哦，的义理，互我讲过，经典所讲的无离开心啊。 哦，所以讲咧，心有千千结。伫即个世间来讲嘅，咱人伫世间的苦，伫世间的本质就是苦啦。因为咱的面有写字苦，恁敢看哦？草头嘛吼，吼安尼啊，倒来即个苦咧吼。所以讲吼，迄苦的较侪甜的就对啦。 所以，不管圣者讲，伫世间，伊的本质就是苦。所以讲，要无遇到困难的呢，其实少之又少，因为是无人。哦，所以讲遇到的苦是济甲少、好甲歹、大甲小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伫世间呢，哦，就是一个苦。那伫即个苦的内底，咱敢有想要解脱？敢有想要好袂苦啦？敢有人？ 有啦，这嘛是咱人的本质啦。但是你要解除掉你的苦，你爱举一支真理的锁匙，拍开你的心结。啊，这嘛是五教圣人伊留落来经典的义理。所以讲咧，人讲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。咱修是修迄个心的。 因为你苦伫天堂甲地狱，你会受气袂受气，敢是在你的心，敢是？今日有人甲你讲安怎？你若无爱甲无爱甲接受，你就袂苦嘛。哦，啊，人甲你讲小可尔，你就甲当做遮尔严重，迄苦敢有苦？哦，所以讲是咱天堂地狱是一念之间，是咱要甲上，爱唔甲上。 你甲上对咱身心灵敢有好处？你无甲上对咱的诚心心灵敢有害处？咱会去甲上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世间来讲咧，人讲思来即件，思去即去啦。当着的时阵，你要用啥物真理
来解开着你心中的结。要解开个心中的结，真正就是一定爱研究道理。亲像咱伫爱上来讲的，咱有迄个迷的上心经，有道德经，有成愿班，阁有启示班，阁有咱山林菩提心会班，这个其实有机会咱压巴起来，因为咱若有去感受，有当时会去互咱领会着，伫迄个当下，你会欢喜，迄个是假啦，敢是？无你艰苦嘛是假，敢是？艰苦敢会人多好起来，敢会？袂啦吼，你艰苦起来，人会消散落来咧。食会毋知影人食，困会毋知影人困，毋是毋知影人困袂去啦。毋是毋知影人食是食袂落啦，因为安那心中有郁啦，心中有迄个痛苦，所以咱较拄仔讲，咱想要当着困难的时阵去解开心中的苦，甲咱伫人生的苦会当降到上低，唯有你爱学佛，唯有你爱学道理。各位前面咧够认同即句话，敢有？真正有影。咱若有咧听道理的人，互咱讲理解，有听一语惊切万用的，我拢无想到，结果今仔日呢，讲出形容讲即句，安尼吼，平常时无想到，今仔日讲即句，我恍然大悟，恍然大悟，会心的微笑。即只简单的吼，我太拢无想到啦，佮带硬安尼啊。你若今仔日讲书讲即句无特别，毋过今仔日我听的感受足好，我带解开心中的结。那安尼敢有趁着钱？有啦，有趁着钱，毋是台币，是心中受着真理的滋润，解开着心中的结。因为今仔日呢，咱。今仔日的班讲书，是来听咱用心华严传师第一啦，王讲师，这王讲师呢，伊的家庭是说不能来通的，互我知影呢，就是因妈妈、因阿公都拢专家都拢修行学道来，所以伫这个道中呢，会使讲历练。非常的有独到，对道理的研究，甲伊个人修行的修为，会使讲非常的好。伫地方呢来讲起，会当讲推荐无限的这个道路，所以讲呢，咱王讲师讲起有哪真无赢，咱今仔日呢，难得会当邀请到咱王讲师呢，要来甲咱慈悲。咱大家呢，来聆听，伊的即个道理，看伊要安怎，来甲咱慈悲启发，互咱伫今仔日内底呢，伊心中拢有所得，伫咱的心灵更加会当净化，会当帮忙咱伫一个月内，心中的不足，会无欢喜，会困难，会委屈。会当借着讲书呢，今仔日甲咱开始的这段因缘呢，会当互咱大家拢受着真理的滋润啦吼。或许着买因着淡薄，互咱讲书呢会当有充足的时间好好，来甲咱开始。最后或许直接祝福咱大家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咱10点2楼有要点到，若有无求到的会使做伙来好，感恩。大众评级。感谢你们慈悲，见道鞠躬，闻道鞠躬，感谢你们慈悲。